聖經詩篇118篇嘅21節，我要稱謝你，因為你已經應允我，也成了我的拯救。呢個係俾我哋見到詩人同神之間嘅關係好得無比。佢要稱謝神 ，I shall give thanks to thee。感謝神，稱謝神，好得無比。常常有感恩嘅話，因為一日經歷神嘅救恩。一個經歷神救恩嘅人，要得稱謝神，因為佢知道神已經應允我哋。呢個應允嘅意思係 answer。你有祈禱，你有需要，有問題，佢答應你，佢應允你，佢 answer，佢應允你嘅需要，佢又成為咗我哋嘅拯救。become my salvation， 信耶穌得永生，好得無比。呢個就係你嘅救恩。求主幫助我哋信耶穌得永生，做一個感恩讚美神嘅人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